今日我哋開吹講下法國哲學家德勒茲，佢有一個概念叫動作影相 （action image）。嗱，呢個 idea 咧係嚟自佢嗰部電影《I 原動影相》嘅。佢主要係睇電影點樣展示一個角色喺某個情境 situation 下會點樣行動 action。調翻轉頭，啲行動又點樣影響翻個情境。明咗呢樣嘢，你睇寫嗰陣就會更加明白點解啲故事會咁樣發展噶啦。好，即刻入正題，有兩個重點要講。第一係大形式 large form， 個教構式 SAS， 只係 situation action new situation， 情境行動新情境。你諗下，好似啲經典西部片或者嗰啲史詩式大片，一開波就俾個大環境你睇。主角遇到挑戰，焗住要出手搞啲嘢去改變個局面。重點就係提個大環境點樣影響人，同埋人點樣可以扭轉乾坤。成個大環境個格局係點，好清楚噶嘛。第二就係小形式 small form， 呢個舊構調翻轉係 ASA action situation new action， 行動情境新行動。呢種呢個情境一開頭係蒙查查，甚至收收埋埋嘅，要靠啲角色嘅行動，好似摸住石頭過河咁，一步一步咁將個狀況激怒或者推斷出嚟，跟住又引發下一條行動，好似查理啲世啊，或者嗰啲吃式電影 film law 就好興用呢種方式去推進。嗱，總個嚟講呢，德勒茲講嘅你兩種動作影相先至分幅，亦知你大形式同小形式。就好似俾咗副眼鏡我哋，睇清楚電影點樣用唔同方法去講一個由大環境主導，定係有小行動去探索世界嘅故事。